位乡亲高早，欢迎收看今仔日5月17日，公司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柯兴竹。上新的消息来关心，英国前首相特拉斯昨昏要阿嬷飞到咱台湾，伊要展开5天的访问行程，伊会和咱政府高层见面，伊嘛会发表演说。这是英国前首相柴契尔夫人伫1991年甲1996年来咱台湾访问了后，让27天，即马佫有前英国首相来咱台湾访问。We know that Taiwan is a haven of free enterprise, of free speech. It's a free society. But we know that free societies are under threat as they have never been before. And that is why I'm so pleased to be here at the frontier of freedom, to work with my friends in the Taiwan authorities, as well as the people of Taiwan, to see this thriving democracy in action and do all I can to make sure that we're preparing freedom and democracy for the future. 外交部长吴钊燮代表咱政府去机场接机。特拉斯即个是接受远景基金会的邀请来咱台湾，伫今仔日会发表演说，嘛和咱国内的政商界、学术界互相交流。咱外交部是强调讲，特拉斯是咱台湾长期坚定的好朋友，伊几若摆对外表达支持台海和平的重要性。同齐来关心天气，今仔日东半部、金门、马祖有局部地站准雨，其他所在是侪云到好天。若过到了后，伫山区嘛有可能会落准雨。咱同齐来看温度。今仔日各地低温大约是20度至24度，若日时温度就会开始回升，各地今仔日拢会感觉较烧热，高温有30度至34度。其中台南和高雄，也有中南部外近山区的所在，温度可能会搁较悬。若这2天天气拢是真稳定的，严格明仔载拜四开始，北平就方面会瓦近，新的一波黄霜雨方面瓦近咱台湾，天气就会变较无稳定，各地头拢有机会会落雨，尤其伫西半部有局部地站准雨，也是雷公雨。另外，伫今仔日甲明仔载2天，马祖、金门透早一路大风，云拢较低，会影响能见度，当地乡亲就要细致。来关心气候专家即马是表示讲，这2天地球有可能会出现超过地球平均温度的高温，而且这几天不管是伫美国、印度，也是伫中国，拢是热翕翕的天气，各地头拢有发布高温的警示。美国加州的优胜美地嘛烦恼讲细的氧气惊会做大水，所以已经先甲3个露营区关起来啊。美国加州优胜美地水墙去世惊人，总是吸引真侪游客来遮打卡。优胜美地位伫内华达山脉中部，因过天气渐渐变热，山顶会细油气，水墙的水一直冲落来，因为烦恼造成大水，公园紧急关掉3个热门的露营区。美国国家气象局已经发布大水预警到19。这礼拜5之前拢爱注意，专家也警告爱注意气候变迁所带来影响。Fast melting of snow can cause multiple issues. The biggest issue, in my opinion, is flooding. When the weather warms quickly within a short period of time, that can cause snow melt in very short period of time, and that's not a good news. 美国西雅图10温度-91度，拍破同时期高温纪录。当地民众欢喜耍水，也不过对地球暖化也有淡薄烦恼。Kind of trying to roll with it, like with the way the Earth is going right now. There's not much I could do about it. How I feel about it, it's that's kind of disturbing a little bit. 印度小影侵蚀，也互人热到冻袂掉。西北部的气温高开始悬到40至44度之间。当地居民只会当加啉椰子水，也是出外行火线，避免家己着沙。囡仔一直建冰机啉，小可热气，上海已经连2天气温超过30度，昨5的气温来到34.5度。中国几个主要城市已经发布高温预警，不过高温恐惊会造成供电截力，农作物受损，造成粮食继续起，通膨恶化，更较进一步威胁到中国解禁了后的经济复苏计划。公司新闻新乐培编译。今仔日大代志，政治的消息来关心国民党按算伫今仔日的中常会，就定调新北市长侯友宜代表国民党参选2024年的总统大选。侯友宜嘛已经对外表示，伊今仔日会去参加中常会。若自本国民党内支持郭台铭的这派，有打算要开记者会和参会，也过尾安尼拢雄雄取消。若民众党的主席
郭文哲昨昏是去宜兰走行殿去拜庙。民进党的赖清德伊是开直播，已经对外宣布要由潘明安来做伊的竞选总干事。国民党3名人出线参选总统，党中央有计10次定调，也毋过挺过牌甲挺后牌声量互相无样，只是16中昼关定挺过记者会临时取消，就连暗时联电应有副董事长宣明伫要办的挺过宴也改伫接办。到伫15暗，党主席朱立伦分别约见2个人了后，党内气氛出现淡薄变化。觉得这个在这样子一个敏感的时间呢，来做这样子大规模的中常委聚餐呢，似乎不太妥当。我们是挺郭台铭的，所以我们坚信明天他会被征召。如果要改口供的话，也要明天才能改。出席郭台铭参会，谢点林表示朱立伦无过场，也毋过表示郭台铭的心情看起来是一般一般，无伤济烦恼。传出内参民调，八成县市长甲多数立委拢是挺侯友宜。侯友宜虽然被淡定调，也毋过正是17个以市长的身份出席中常会。我都尊重党的节奏以及党的规定，我们按照我们的所有的步骤，全力以赴。党主席朱立伦应该是顺应民意，应该是征召侯友宜嘛，这个是应该大家都有的共识嘛。民众党主席郭文哲依然走基层，然后问到一旦郭台铭未当出线，郭敢是要有合作空间？在台湾也不是说什么谁跟谁合作，其实在所有议题上我们都可以合作。我非常相信呢，以潘孟安的本领，我们一定是可以好好打赢这场选战。民进党总统参选人赖清德15暗是开直播，宣布将屏东县长潘明安会担任竞选总干事。郭文哲有计20伫新北淡水宣布参选总统理念。记者综合报道。高雄市同齐关心今仔日报纸重点，咱先来看《中国时报》。国民党拍算伫今仔日的中常会会正式宣布征召新北市长侯友宜代表国民党来参选2024年的总统大选。另外，嘛提名6个县市的立委参选人，国民党北北基桃也有新竹县的首长，拢会以提名委员的身份去参加今仔日的国民党中常会。来关心联合报，立法院昨昏3读通过《个人资料保护法》部分条文修正案，新增加主管机关是一个独立的个人资料保护委员会，而且嘛提悬违法外泄个人资料的处罚。非公务机关者违法泄露个人资料，会处新台币2万以上200万以下。总共一直拢无改善，就会当继续罚，上悬会罚到1500万。来关心自由时报。健保部分负担新制度进前因为疫情的关系延后实施，卫福部即马已经对外宣布，新的制度拍算7月初1开始实施，大约有845万人会受影响。也毋过中介收入户、身心障碍者去大病院挂急诊的部分负担是无改变。即马喙炎令已经解禁嘛，也毋过流行感冒疫情有搁压起来，亲像流感即马就出现3年来头一个囡仔重症死亡的案例。这是北部一个5岁的查甫囡仔，伊引起脑炎，对发病到死亡敢若短3天尔。另外，高主顶礼拜嘛新增加12个确定病例，目前咱国内高主的病例有91例。若新型冠状病毒的疫情即马嘛继续咧压悬，可能会一直拖到6月底。新冠第4波疫情搁起来，疾管署公布顶礼拜平均每天增加154例新冠并发症病例，比前一礼拜增加33%。有估这波疫情会烧到6月底。按说是顶礼拜本土流行病毒株 XBB 变异株已经超过 BA.2.75，是本土主流株，其中传播力强的大角星 XBB.1.16 都11例。XBB 在上一周正式超过其他的变异株，成为主流的病毒株，所以提醒民众在这一波有可能有新感染或重复感染的情形会比较多。另外，流感疫情也继续滚价，顶礼拜增加17例流感重症加2例死亡个案，其中包含3年来第二流感囡仔死亡病例，个案是北部5岁囡仔，为发病到死亡就第3天。当时也有尽快的给予流感的抗病毒药物做治疗。不过还是不幸在隔天有出现心跳突然停止的状况，经过给予升压剂跟经过多次的急救，还是不幸的因为并发脑炎而过世。
伫个高族疫情顶礼拜增加12个本土确定病例，国内已经有91个高族个案。第三阶段高族疫苗会继续提供高风险民众，有药做第1期甲第2期。即马世界卫生组织宣布，新冠肺炎无过造成国际关注公共卫生紧急事件，各国也取消疫苗注射证明或者是体检阴性证明。台湾所谓新冠健康证明，要伫5月31退场，要阁提供服务。记者综合报道。国际新闻来关心上新的消息，这是美国的众议院伫外交委员会伫拄则是通过台湾国际团结法案，要对抗中国。加上美国总统拜登拍算要送咱台湾价值美金5亿的武器，这是互中国是真生气。中国国防部的发言人昨昏就表示，中国要求美国要停止甲台湾任何的军事联络。断交、废约、撤军3原则是中美建交的前提条件。绝对不容开历史倒车。我们正告美方，切实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3个联合公报规定，将不支持台独的承诺落到实处，停止任何形式的美台军事勾连。继续来关心战争即马拍甲打和平，那亲像是有出现希望啊！这是南非的总统是16日时对外表示，因讲这两国的总统拢同意要接待非洲领导人代表团，要来解决冲突，提出和平的方案。那战况的部分，俄罗斯是讲因是甲美国的爱国者防空系统摧毁用掉。那基辅是讲因拍落俄罗斯的飞弹。南非总统拉马佛沙在那家来访的新加坡总理李显龙见面时讲，伫尚比亚、塞内加尔、刚果共和国、乌干达甲埃及等国家领导人所支持并且成立的代表团，得到俄罗斯总统普京甲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同意要讨论结束战争的可能性。Agreed that they would be willing to receive a mission of the African heads of states in both Moscow and Kyiv. I agreed with both of them that we would commence with the preparations for the engagements with these African heads of state and to have a discussion on how this conflict can be brought to an end. 拉马佛沙讲，伊伫13分别甲普廷甲泽伦斯基通电话，得到双方同意开始准备朝向解决冲突的和平方案方向前进。不过时间也唔知，这次基辅甲莫斯科拢无做回应。在此进前，泽伦斯基北讲，伫俄军撤出乌克兰领土进前，未考虑达成和平协议。因为根据普廷甲拉马佛沙北交谈的内容，普廷支持非洲领导人代表团参加讨论解决冲突的展望。讲家己伫咧俄乌战争的冲突立场要中立的南非，伫非洲联盟领导的地位最近受到检视。拉马佛沙宣布这个消息的前几天，则互美国大使指控南非甲俄罗斯徛共边，甚至提供武器给莫斯科。伫咧宣布要朝向和平努力的时阵，俄罗斯阁对基辅发动猛烈的攻势，讲因用音速飞弹摧毁美国制造的爱国者地对空防务系统。基辅方面是讲，因甲俄罗斯方面过去24点钟久内拍过来27粒导弹内面的18粒炸落，其中包括6粒匕首及音速飞弹。也过互莫斯科的国防部补贴讲，乌克兰讲炸落数量比俄国方面射的加3倍，而且飞弹的种类也讲唔对。公司新闻黄文玲编辑。来关心纽西兰首都威灵顿市中心有一栋4层楼高的旅馆，16半暝下发生火灾，上无有6个人死亡，11个人失踪，嘛有52个人互救出来。当地时间16拄过半暝无偌久，威灵顿这栋4层楼的旅馆不出大火，当局派出80名消防员甲20台消防车，喷火车冲到厝顶拍火。旅馆的住户大部分伫困梦当中，互烟雾救不去救醒，有人叫是佫是错误的警报，看到乌烟才向强逃走。升起过程依然是心惊惊。Yeah, there was smoke like coming down the stairwell, so I just did a lap around of our floor, knocking on doors, saying, "Everyone out, this one's real." I was still asleep, and someone outside rang me to get out. I didn't hear anyone knocking. Scary, being, first time I've been in a house fire, especially on the 3rd floor, because, you're thinking, fuck, how am I going to get down? But, I made it out safely, but, yeah. 这旅馆有92间客房，建筑老旧，无消防梯甲热水设备，内底住真侪长租甲短租的人，大部分是轮班工人甲低收入的人。
初步估算，火灾发生时阵，内底差不多有90人，目前一个人下落不明。天光了后，住户将简单的行李搬到救援中心。总理是普金斯去现场巡视，相信罹难人数可能会阁增加，会贴查这场灾难。It is an absolute tragedy. It is a horrific situation, and in the fullness of time, of course, there will be a number of investigations about what has happened and why it happened. But for now, the focus clearly has to be on dealing with the situation. 警方表示，倒火原因也无确定，会甲消防部门共同调查。因为厝顶已经放落去，警方会伫确定大楼安全了后，按算17进入大楼进行系统性的搜查。公司新闻是会中朋友。今仔日国际上还有啥物大代志？甲乡亲咱同齐来看世界。北京伫今仔日表示，美国总统拜登会缩短亚洲的行程，伊明仔去日本参加7大工业国集团 G7 的高峰会了后，也取消访问澳洲和巴布亚纽几内亚的行程，伊要提早返去美国处理提关政府债务上限的代志。来关心土耳其的总统大选，要寻求连任的总统埃尔多安差0.6%才过半，所以即马确定因爱进入第2轮的投票，要搁甲对手搁对下一届。来关心法国第一夫人的孙仔昨昏被攻击，嫌犯那亲像是因为不满总统马克宏才共拍。法国即马无分党派，拢谴责这场暴力的事件。目前已经有8个嫌犯被抓到。镜头佮等下咱国来关心立法院伫昨昏3读通过同婚专法修正案，开放同志家庭会当亲像一般的家庭共款去共同收养无血缘的囡仔。同志家庭权益促进会表示，这代表咱国内婚姻平权佮向前一大步。无论是饲囡仔食饭，还是甲囡仔耍，拢会使看出满满的爱。因是全台第一个成功收养无血缘囡仔的同志家庭，为爸甲苗爸。伫面册顶悬，嘛会使看到真侪一家伙仔3个人做伙日常相片。即个立法院通过同志家庭通收养囡仔了后，未来真侪同志家庭嘛会当享受到这款亲情。他们终于不用再等这个司法诉讼的这个流程，才能够让孩子有2个妈妈或是2个爸爸的亲子照顾。因为这些小朋友其实都是经历了非常辛苦的过程。要领养一个囡仔，总算唔免阁放弃婚姻。同志家庭权益促进会表示，每当至少会接到200通以上咨询收养囡仔的相关电话，就会当知影真侪同志家庭其实希望有一个囡仔，但是因为伫法律限制下，同志伴侣若要收养囡仔，就袂当结婚。若总已经有一边有请养囡仔，伴侣嘛袂当伫法律上做伙有侵权，互同志家庭感觉真无公平。免较个烦恼即个代志。若讲阮有一个意外，一个大人拄着意外过身啊，因若是要安怎？讲个爱个取养个互别人，阮会当互另外一个爸爸，还是另外一个妈妈，好好继续照顾即个囡仔。亲像即马要请育婴假是爸母拢有权利，毋过为爸就感慨讲，像因也未摕到法院胜诉进程，要请育婴假就敢若一个人有权利尔。嘛因为安尼，减少陪伴囡仔大汉的机会。即届立法院通过同婚收养，嘛互真侪个咧等待判决的收养家庭，总算毋免阁提心吊胆，嘛互一寡等待家庭的囡仔，通有一个温暖的厝。记者廖文曾准由台北采访报道。伫5日抗农民运动满35周年进前，立法院伫昨昏嘛3读通过农业部的组织法，会设8个署、6个处、7个署甲1个中心，而且会增加83亿预算，人员嘛会增加530个人。农委会主委陈吉仲是表示讲，这是政府咧回应全国农渔民的愿望，也毋过嘛有专家无认同，认为这只是好着真侪人通去做大官尔。农业部渔业署组织法制定通过。确定要升级农业部，农委会主委陈吉仲大动作接受主管开记者会，表示升级回应全国农渔民的愿望，佮列出10大施政亮点，包含不受中国禁止数字影响，农产品外销产值伫2021年佮创历史新高。对中国可能会一步甚至将之恶化，农委会要升级做农业部，是毋是做好应用新的冲击力？52的品项里面，如果万一那有所谓的
中断的话，那影响的是零关税的部分，那贸易的部分并不会受影响，金额大概就是2亿多台币。按过2001年数字来看，水果类出口产值比前一年减少37%。农委会强调，产地建设才是指标，目前价格稳定。为因应中国禁运，农委会推出真济项补贴稳定市场价格。经台南县长苏焕智认为，补贴式政策恐惊对国内农业升级无帮助，也认为这摆升级违背组织改造三新、提高效率的原则。完全就是变成一个人事大膨胀嘛，增加更多的高官啊，增加这更多的这个补贴，我觉得这个是错误的方向。你补贴过度，让那有竞争的农业的空间缩小。苏焕智认为，部分执行业务亲像水保甲任务应该放互地方，中央只要做好制定政策方向甲监督的工作。不过，这摆升级认为只是增加更较侪高官。不过，农委会指出，动物保护署应完善动物体系，提悬动物福利。农水署成立应扩大管区服务。这摆升级设置8署6处7署这单位，有可增加83亿公务预算，530人，对台湾农业永续发展有正面的帮助。记者综合报道。疫情过后，国门开放，真侪外国观光客来咱台湾佚佗。那根据统计，目前来台湾的韩国旅客人数已经赢过日本客。来台湾较高开、较高买的是新加坡的观光客。香港甲澳门的旅客是上高走，因为全台湾走透透世界去。日本时代制糖都市会社是国文化园区，保留废弃的机器设备，起造融合深具的园区，室内通更电视文创商品，吸引不少国外旅客。台南给我的感觉，节奏比较慢一点，生活我觉得蛮舒服的。疫情后，国际旅客回流。根据旅游电商最新调查，去年10月下旬边境解放了后，内地旅客也是上车带伫湘北，过来就是台中、高雄、台南。热门景点游玩是台北101、故宫、九份和太鲁阁、阿里山。韩国旅客上爱台式餐厅，本来上爱去九份啊。港澳旅客全台走透透，消费力上强的是新加坡旅客。台北出名的饼店，排队的人客排甲落长。疫情了后，逐工早起也未开店，观光客都咧排队。店头家讲，新加坡旅客的消费确实有较悬，口味嘛和其他国家无同。它都是以葱嘎饼的，还有就是里面商品它有麻薯饼的，我们会比较喜欢的明星商品啦。客单价大概多少？平均每位？客单价嘛都差不多5000，对，5000到7000以内的。就突然街上就多了一些国外的观光客，特别是马来西亚、新加坡比较明显，那韩国、日本也有一些。国际观光业者明显感觉。游客回流，交通部话讲，今年目标600万观光客。不过，省府航空董事长张国伟讲，台湾无重视观光，输新加坡。财经专家谢金河最近拜访泰国，讲台湾观光力输泰国。学者讲，发展观光爱投入更加多资源。泰国的例子可以让台湾，我觉得我们的政府去思考一件事情，就是我们会不会对观光的。关心其实也太少了一点。这几年可能台湾在发展科技啊，在发展所谓的生技产业等一些比较新科技的产业，好像对于服务业的重视程度的确就没有这么高。学者用夜市做例，泰国夜市这几年一直进步，有特色国清气，表示动线拢真国际化。对比台湾夜市进步真少。另外，夜市无属于观光局管辖，要全面提升观光产业，需要有更加悬的视野，跨部会动员处理。记者综合报道。宜兰三星乡公所传出那亲像是涉入标案收空米箱，检调伫昨昏发动搜索，甲乡长李志雄公所的人员、厂商拢团去调查。乡长尾也是互申请羁押，也有其他3个人是分别以5万块至10万块交保。娘娘，有啥物要说明无？无代志。廉政署掌握通电话记录，请宜兰地检署去侦办。昨昏是出动，甲三星乡公所的李志勇，也有农业科的人员、厂商，计共10多人叫去调查，叫去审问。嘛发现讲公所那亲像是甲标案贴做10万块以下，闪开招标，佮指定厂商。尾啊，三星乡长互检方申请羁押。来看即马伫网络买物件是真事上的代志，若网络买物件百款。最近就有人发现讲，网络边台顶悬有业者咧卖微型的摄影机，也就是讲偷翕的监控摄影机。
卖这敢有犯法？律师是表示，买是无犯法，也毋过准讲，知影人客是要摕去做歹代志，佫袂好伊，安尼卖的人有可能就要食罪。伫网络平台买物件，对现代人来讲是真事常的代志。最近就有民众发现讲，有人伫网络顶头卖危险的摄影机，而且商品的标题佮写讲是会使摕来偷翕，毋过无提供安装的服务。开实体店面的业者是表示讲，假使有人来买，伊拢会先问人客买的用途。若讲要犯罪，也是放伫私密的所在，有私密的用途，伊就会直接拒绝。客人来，我们都会问他说：“你大概是要录影什么东西？要收证什么东西？”会先问一下。如果说我是要放在房间收证啊，或者化妆室收证，那个我们一听就知道有问题，就不会卖他了啊。我们会摆明的直接跟他讲说：“你这些地方可能会触及妨碍秘密，我们没办法卖给你。”网络卖危险的摄影机敢会使？律师表示，物件本身是无问题，会摕去做歹代是人的问题，所以若准业者知影人客要摕去犯罪，佮袂互伊，可能就会犯法。如果知道他是要偷拍他还去卖他，那可能他就会有共同正犯的问题啊，供了这个工具让他去犯罪。律师佮表示，目前伫网络顶悬卖即款危险摄影机的业者，就算用有性暗示的相片，也是无法律会当罚。律师是提醒业者，千万莫为着趁小看钱，煞来食官司。记者柯嘉轩、林玉凯台北采访报道。来关心通联客运哪像是发生个人资料外泄的案件，有民众接到电话，伊讲对方连伊家己个人资料订几点去订票的，订几张票拢清清楚楚。若通联这边是伫官方网站提醒民众要注意要设置诈骗。目前通联嘛已经伫网站顶头，也有甲 APP 的订票，这个功能拢先关起来。透早通联位伫台北总站的售票柜台，人来客去受到官网甲 App 暂时关起的影响，订出票只会当伫窗口，也是超商手机。节日的话，人比较多的话，可能上网买比较方便。像这种平常日的话，就当场买就可以了，这样子。就是尽量找那种不用输入太多个人资料的方式去买。通联客运伫3天前，伫官方面册大出提醒民众慎防诈骗。其实迄当时就有不少民众已经接到诈骗电话，有人通知订唔到票要求转销，也有人收到诈骗简讯。对此，通联客运已经有方式关掉官方网站，而且自安全员到公司进行初步监视。高速总局北区监理所也已经介入调查。通联客运已经请治安团队进行初步的监视。台北区监理所将持续追踪该公司改善的一切相关进度。公路总局表示，目前也无法度确定通联系统敢是防侵入、加购资外流的笔数，建议业者报警。另外，敢是依照违反购资法规范，要看经济行动加后续处理状况。记者综合报道。嘛，同款那亲像是个人资料外泄，这是有民众伫新品的网络买册了后，煞接到对方打电话来，伊讲伊买的册就是阿强啊，若是拍来要安怎？对方是讲伊是服务人员，问伊讲看煞这本册有啥物款感想，佮一直透甲讲中国一定会拍台湾。针对这件代志，所谓曝光已经派人去调查。另外，针对企业也是企业拢无做好安全管理的义务，造成个人资料外泄这个问题，立法院伫昨昏马上三读通过修正法案，即马罚金上悬会9万到1500万。中国那边有飞弹直接过来，台湾就会直接投降什么的。伫商品网络册店买阿强拍来安怎办的册，结果煞接到公司客户来电，内容也写去中国买武统台湾等言论，消息一出，引起各界讨论。不是只是会找出发生什么事情，我们还想要有根本原因之后，透过导入像您刚刚讲的零信任技术等等，来确保说未来这样同样的事情不会发生。我们会在10天内提出完整的报告，然后最后再看报告里面有没有违反个资法。如果有违反个资法的部分呢，我们会依照个资法的规定来处理，包含开罚。但是现在还是要看事实的情况是怎么样，在做，因为现在还在调查阶段。
数位部邀集法律治安领袖专家、甲治安院警政署等单位，伫16件往成品行政调查，有计10天内会提出完整报告。案件若有违法会限期改善，佮希望伫2礼拜内做出行政处分。成品回应会全力配合调查。另外，成品线顶的资料甲数据无串联到海外，也登记委托几啊间治安公司进行检测甲防护，也佮会发送信息提醒人客防范。伫这个同时，都因为雇主外泄案定传出，立法院会三读通过个人资料保护法的修正案。个人资料保护法增订第1条之1条文，并将第48条及第56条条文修正通过。修正案针对非公务机关企业无现金安全维护义务所涉入雇主，会提悬罚款2万块以上200万以下。到时阵无改正会按处处罚。另外，经济重大者是上收罚款15万以上1500万以下。记者综合报道。伫网络顶头有一段影片，这个影片内底是绿岛有人半暝半，甲一只梅花鹿用铁链箍掉咧，佮用骹一直斩梅花鹿的头。乡公所即马讲一定要追查影片内底这个人是谁。台东县政府强调，这已经违反动物保护法，若抓到一定会重罚。画面当中，一查甫人有一只互铁链链条的梅花鹿，佮举骹斩梅花鹿的头，梅花鹿跋倒，佮互伊拥有起来。翕的时间是5月15，用直播的方式播送。绿岛民众看较真生气，台东县政府表示，安尼行为违反动物保护法，都要重罚。可处拘役2年以下，2年以下的有期徒刑或拘役。那另外裁罚20万元以上到200万元的罚金这是一个很不好的示范哦。我们希望说，各位游客来绿岛玩来看梅花鹿的时候，如果有跟梅花鹿接近的话，不要再有这样子伤害梅花鹿的动作哦。台东县政府强调，梅花鹿是一般的野生动物，按过绿岛也有民众咧饲，不管是野生也是饲的梅花鹿，依法拢免虐待。另外，这个影片看来是做伙朋友翕的，伫网络直播也违反动保法，应处1年以下有期徒刑，并扣300块以下罚金。乡公所甲县府会全力追查。记者综合报道。地方放上头来看，有185年历史的冲水路迎客王祭典，伫彰化旧历3月27日起，伫保地新运的王船码头来举办。真正是因为旧的码头无安全设施，嘉义县政府有向中央争取预算，经过7个月整修，伫前一阵整修好势，希望互参加冲水路的信众会当有更较好的活动体验。几60顶新桥伫王船码头边仔等待要落水来迎客王。布岸边的民众点准备要来翕相。旧历3月27日是嘉义县保地新运1年1度冲水路迎客王的活动，来自各宫庙新桥会冲入去新运大排设一列，甲无形的客王迎接上华来做客。地有的宗教文化嘛，吸引真侪民众来参加。很好啊，蛮有意思，不过有点时间有点短了。这项真有地方宗教特色的活动所使用的王船码头，前一阵拄整修完工，muốn加强码头桥帮保护，搁增加护栏，后来这民众拢感觉环境比去年搁较好。就是今年嘛，比去年还好。它在安全上面呢？哇，更好，更安全。像较早你看着水沟安尼啥，无啥意思嘛，是不是安尼？还有一个液体，那个做个其他的增加技术率要较好。因为疫情转好，今年各地有奖甲顶头，阁有信众比因过搁较侪，场面闹得滚滚。新闻嘉应庙表示，冲水路迎客王是新闻地区的传统文化。去年因为疫情，阁加上码头老旧，所以缩小规模。即马王船码头整修好势，有新的环境，嘛希望会当互这个特殊的宗教活动继续传承落去。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当年4、5月会看到规大阵的纸板碟搬耍飞上北，毋过今年甲打拢还未看到。为着要了解因是安怎生团、安怎搬耍的路线，垦丁国家公园管理处有找专家做研究，专家嘛用5年的时间有翕影片，记录咱台湾纸板碟的现象。你们的一生就是一场长征，
纸板碟对幼童到变成爷，一生的过程拢伫纪录片《消失的纸板碟》内面。这是生态导演詹家良用高档的时间，亲入高雄、屏东附近的纸碟邮果，用超高速摄影机来翕爷的变化。对导演来讲，嘛像咧观察家己的囡仔成长大汉。对我来讲，敢若我的小孩子，慢慢啊愈来愈大，伊安怎度过伊的一生？我感觉爷甲人同款，拢是有人性的。自细汉就介意蝴蝶的詹家良，较早敢若研究罕见的蝴蝶，一直到发现纸板碟的车地，互人提起停车场。烦恼民众唔知影纸板碟的珍贵，才开始研究，嘛开始翕消失的纸板碟。伊讲，若用一般的摄影机，敢若会当看到乌影飞来飞去；毋过用超高速摄影机，就当看到爷仔细致的变化，像短短的时间，就当换几啊种的色水，嘛才发现讲，原来爷仔嘛是有表情的。蝴蝶吼，咧飞的过程当中吼，其实拢会拄到一寡飞扬。吼，比如说，咱有高速公路，伊飞过时，可能就会去互车弄着。吼另外就是讲一寡迄个环境的破坏，数量就慢慢减少，会有这个现象。委托导演研究的景观处就表示，这种台湾特有种即马受到真大的威胁，因为台湾真侪所在拢会当看到纸板碟伫秋天往南过冬，但去年的调查发现讲，即马上大的车地敢若像垦丁。推测甲气候、甲开发拢有关系，所以希望透过纪录片，互更加侪人会当珍惜环境。记者陈文子准由台北采访报道。另外消息来关心，高中会考特别考试，台南的嘉义高中有用在地食材推出无同菜色的考生的祝福餐，希望学生囡仔食落去了后有收到满满的祝福，对考试会当加有寡信心。一透早校园的拄工，当咧无用煮中昼顿，毋若干那煮尔，内底佫有真侪爱心甲技巧。逐工食到的时间，拢是学生上界期待的。互咱食了，会当感觉到营养师交厨房所准备的菜色，互咱食了有满满的信心。高中教育会考伫即礼拜登场，台市嘉义高中发挥创意，用在地食材推出连续5天的会客祝福餐，料好就叫做5A++，所以这礼拜有设计做侪甲 A 有关系的物件。所以像今仔日阮设计就是像维生素 A 较侪的一个食材。菜色澎湃青草佮咸醋味，来看第一天实在着用英文字内底有 A。那第二天是用有关维他命 A 的食材，所来佮摕华语的话音来设计。中昼顿除了兼顾着囡仔的营养，菜色嘛向定着学生食了会使考着好成绩。另外，嘉义国中佮供应予附近的偏乡学校，因的学生同款嘛食会到会考的祝福餐。偏乡的囡仔来讲，学校来讲，其实伫人交钱的部分是帮助上大，因为对阮来讲，其实阮免付出遮侪时间交人来去准备种餐点，互囡仔。我是感觉足好食，像阮昨仔就食芦笋，伊的意思就是讲会当安尼顺顺利利，考到家己想要读的学校。校方的用心，学生感受会到。选择会考进前，设计会考限定的中昼顿，计工的菜色安怎，嘛引起师生之间的讨论。记者新闻台南采访报道。这几年，旧厝活化再造工程是愈来愈受重视。新北市除了旧本地旧厝再生的租金补贴，也有征收的补助以外，今年佫新增加再生推广的补助，希望大家互旧厝会当活化。红色的砖仔头壁面，佮加上圆壳形的窗仔门，这栋活90年历史的旧厝，经过修整，即马是一间真受大家欢迎的咖啡厅。这个老厝做的咖啡厅，其实迄氛围气氛拢袂歹。头家讲会选旧厝来开店，主要就是介意旧厝的感觉。不过在整理的过程中，确实真无简单。爱找一个专业的人来帮咱评估一下。水电的部分，咱上好是拢重新去处理过，吼上起码是安全的。但是咱本来这厝的原貌是安怎，咱个尽量保持伊的原貌，互大家人会当除了伫咧啉咖啡这个部分，咱会当看到咱原来进前的厝，实际是啥物款，伫这时代的风格是啥。新北市政府为了让旧厝有新的生命，这是在1971年进前的旧厝，而且符合在地生活特色以及文化艺术，
经过修正，上悬会当申请每个月1万块的租金补贴，各50万的修缮费用。而且今年是另外增加旧厝推广的补助。只要你经营的案主是在民国60年以前新建的老屋，然后具有在地特色或者是文化艺术，都欢迎大家来提案争取补助。这样。新北市文化局表示，希望透过旧厝再利用，让有故事、有生命的旧厝会当继续讲故事，继续保存落来。记者刘君豪新竹报道。早起看世界，来关心西班牙首都马德里的郊区有一笪贫民窟，这个所在已经2年拢无电通用。那因的政府搁叫外急放拢唔处理，而且搁批评讲是当地人种大麻用电用伤凶才会停电，这是互当地人无法度接受。离西班牙首都马德里开车干30分钟，有一个贫民区肯纳达雷亚。这个所在厝大部分是临时搭建的，除了环境真歹以外，这区互政府当作是问题区，故意无搁供电。所以当地有4000外的居民，到即马已经过2年外无电的生活，其中包括1800个囡仔，严重影响到因的健康。Look, I've had to set up these solar panels on my roof. The problem is when it's winter. I worry all the time about not having lights. You have to experience this to understand how it feels. It stops you from sleeping, you get nightmares. You worry all the time, asking yourself if the food in the fridge is going off. 为1990年代就住伫遮的艾莲娜，2年外前，因为挡袂牢政府断电，伫无电生活7个月后，伊甲家己的业绩拢开了，买18块太阳能板，才会当勉强过生活。艾莲娜的状况伫当地算真好，因为伊四周围有真侪人是住伫临时搭建的厝，4块链灯拢照粪扫，卫生状况真歹。搁因为无电通生活，热到冬天都会真寒，敢会当使用社福机构所提供的茶会，也是雅素管来过冬。The blankets were useless. Some of the children were sick. That's what it's like. 一项调查显示，肯纳达雷亚已经有7成居民因为无电健康出状况。不过面对民众的不满，政府是讲当地捌互警方查到非法种大麻，是因为种大麻爱用真济电力，唔才会停电。不过居民委托的律师是否认这种讲法，伊认为政府切断电力是想要逼这人搬走。Arguing the power cut is due to the marijuana plantations doesn't stand up, because after 2.5 years, all the plants are dead. 除了无电通用，当地民众合法鸡蛋权也真乱，有不少人捌缴交真侪年的税金，到尾厝也是互收倒转去。当地议会对安怎处理问题意见拢无共，大家只好暗蒙蒙继续过日子。公司新闻张祖平编译。东非的国家肯亚野生动物真多，不过即阵这个所在当地面对40年来大可怕，野生动物嘛因为无物件食，全会走去攻击人咧饲的精神啊，即马嘛含人类起冲突。村民摕到家己做的长枪，动作真紧的走去狮仔出现的所在攻击狮仔。东非国家肯亚因为有丰富野生动物生态，伫全球真出名，也毋过受到栖地减少、气候变迁，也佮粮食无够的威胁。真侪野生动物离开原本的栖地，出去外口找食，所以因为攻击家畜，遭受人类捕杀。The animals strayed from their natural habitat into homesteads where they killed these livestock. In search of food, the communities that have issues with these animals always take to the action of eliminating them. 这个月13，就有6只狮仔因为攻击村民饲的11只羊，互村民围捕死亡。即嘛，互1礼拜以来累计死亡的狮仔达到10只，其中还有原本住伫安博塞利国家公园，已经19岁，嘛是全非洲上老的公狮仔轮次多。因为伊去国家公园附近的庄仔头找食的物件时阵，互村民用长枪毒死。Wildlife belongs in the wild, and therefore we should allow them to exist in the wild. We have to have very clear, enforceable policy provisions that does not allow humanity to encroach and deplete the resources that is supposed to enable these animals to sustain themselves. 动保协会指出，肯亚暂时当咧发生40年来上严重的可怕，造成人甲狮仔冲突越来越严重，对保育狮仔不利。应该通过政策规定甲其他会当做的机制，互在地居民知影，就算家畜和野生动物当作食物食掉了后，政府甲动保组织有关有补偿计划，互人类会当甲野生动物共存。公司新闻台是董平玉。
天气报道在，同齐来关心今仔日各地头的温度。北部的温度上低是23度，上悬34度。中部的温度上低是22度，上悬同款34度。南部的温度上低是22度，上悬34度。东部的温度上低22度，上悬有30度。外岛20度至30度。感谢乡亲收看今仔日的公司台记台早起新闻，祝您平安顺心，明仔载早起9点，咱再会。